美国有打算要来公布新的全球性指导方针，来加速防卫有伴的技术分享，也佫有新造停书。这当中嘛有甲咱台湾加入去。美台商业协会表示，这就代表台湾和日本、澳洲有同款的待遇。因那咱的国防部长顾立雄嘛表示讲，真欢喜看到这款的进步。 中国军事扩张引起印太区域局势不安。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则拄啊落幕，带来好消息。美国会公布新的全球性指导方针，加速对美国防卫有伴的技术释出，也佫有新批停书纳入台湾，有希望改善军售延误。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别讲，代表台湾甲日本、澳洲等美国核心盟友享有同款的待遇。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，无论是合作生产、技术转移，拢真赞同。 我们会等这个指引，如果有正式公布以后，我们再来进行相关的跟这些厂商来进行相关的这些合作生产也好，或技术授权也好。韩如别讲，这届会议美台主要是以台湾打造台湾之盾，伊认为应该采购更较侪 NASAMS 飞弹系统，还有爱国者3型整天型防空飞弹。有立委关心，面对中国飞弹威胁，台湾之盾敢有法度成做抵抗中国火箭军的解放力？ 是全方位的多层的哈，然后是这样的一个整体飞弹防御系统。那反制远程火箭作战应用的策略跟系统结构，当然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建军的方向。 顾立雄讲，飞弹防御整合是台美共同目标，打造精密的防空网。毋过到时阵优先负责伫前线作战，恐惊互国军真伤脑筋。因为国军今年偏现比78.6%，比目标80%较少。其中空军的防空飞弹士兵偏现比敢41%，防空战力出现问题。边线比不足，第一个战力不足，第二个我们现在很多高精的装备在操作上。 专业性不足的人来操作，它的危险性会升高。4月1号开始，我们调升这个志愿加级之外，主要就着重在这个战斗部队的。它在不同的加。立委阁问，航艦杀手多工击艦的偏现比是毋是较无50%？海军培会讲维持70%至72%。顾立雄表示，持续推杀官兵照顾，也甲各项战斗加级来提升招募率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